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话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无咸无爱食的阿君，我是一丝仔咸拢袂当食的阿酸，我是食淡咸的阿苏。大家好，这届的主题是南北食食讨论，主要就是讲出阮家己的看法，并无批评的意思。阮拢是用尊重、开放的态度来对待。若是较会要义的人，就会当先跳过这集哦。恁敢知影？我顶摆去高雄的时，食到一个物件有够恐怖的啦！紧，恁两个来约看卖。拜托咧，我才无爱药咧。你对食物哦，实在是有够龟毛的啦！真侪物件你拢嘛讲歹食，而且佫是夭寿歹食迄种表情。好啦，我来甲你旁听一下，我药应该是南部的食食，无合阮老大的口味，对无？第一，我爱先澄清一下，我绝对对食的真正无阿酸讲的遐歹嗜好，好无？第二呢，阿嫂讲了对，我竟然食到甜的鸡，有够恐怖的啦！甜的鸡是正常的啊。甜的呢，我会当接受酸的，就是醋甲伤济的部分嘛。啊，咸的就搁较免讲咯，本来就应该是咸的啊。但是，当我表达我对这间无及格的餐厅不满的时，我迄个台南的朋友竟然和阿嫂讲的同款，表示这是正常的啦。鸡本来就是甜啊，是你毋捌会好无？安尼才好食。哪有可能啊？后来的每一项菜吼，拢是偏甜的口味，对我这个无辣不欢的人来讲，是足的酷刑呢。这项菜我拢食袂落去，差一丝仔就要伫高雄夭死啊！拜托咧，南部遐尼侪好食的物件，会夭死绝对是你家己的问题啦。你拢这无爱，迄无爱，无可能，食物就应该爱是咸的，甜的拢是邪恶的教义。哼，甜的才好食啊！对咩？甜的，我绝对支持甜的。但一个吼，我伫遮插这，我一个人对恁两个，就亲像一人伫毋达正人义，赢袂过的啦。不如咱今仔日就来讨论一下南北的食食。我哪会感觉倒位怪怪啊？呵呵，你会感觉怪怪嘛是正常啦，因为这个主题哦是阿君头拄仔临时临了才想到的，真现场的真实感哦。就是对啦，紧来紧进入今仔日的主题，莫阁甲我骂啊啦！我就要来看你要舞啥物网。有啦，我有准备好无？首先爱来讲大项的部分。啥物大项的？就是咱拄则咧讲的咸的还是甜的问题。大部分来讲呢，北部的人拢较爱食咸的，南部的就是甜的。除了大家知影的，南部以早是经济中心，加上糖哦有够贵的啦，所以呢会使食糖，就表示恁兜的好野程度的原因以外。哦，无怪哦。网络顶有一个梗图，就是讲，摕一支车马行伫台南的路里，就会使得到一支棉仔糖哦。这当然是想喊嘛啦，但是台南人食的物件会较低一寡，是真的哦。伫遮，我爱插嘴一下，已经毋是一寡的程度咯。我饮料拢啉无加糖的，但是迄摆我去耍的时，台南的饮料无加糖，竟然还是甜不不，真少难熬呢。虽然阿君有灌醉伫内底，但是相对落来，北部的口味就互人讲作较咸咯。讲来讲到南部、北部的饮食的差异，除了伫咱521迄集有讲到的肉粽差异以外，若是有兴趣，请去参考开讲日端午节哦。绝对的爱对得到的话题就是卤肉饭和控肉饭的问题。
我自细汉就最爱食卤肉的，迄黏黏的汁，淋伫 QQ 的白饭顶悬，真正足好食款的。肉上好是规地，配起来上舒适啊啦。哦，你是讲卤肉饭哦？我嘛足爱的呢。上好是顶悬阁爱有一寡小菜来夹，像讲笋丝、菜脯或者是咸菜。等者，我爱的是规地卤肉，上好是三层的迄种，毋是细细的脆肉呢。阿君同学，阮之前才讨论过即个问题，你阁舞毋对去啊，真害呢。南部的规地卤肉配饭的，迄就叫做卤肉饭。你讲的迄款肉油啊，叫做肉色饭啦。哦，对吼，我的记忆拢混乱去啊啦，有够麻烦的。阮爸母明明就是细地叫做卤肉饭，若是大地有皮就叫做控肉饭，控就是伊煮的方式，所以互这个名。先暂停一下，我嘛强要乱去。但是老实讲，我来台中读册以后，拄着像阿君即款的北部人，才发现这个问题。我嘛是来到台中这个南部甲北部的中继站的所在，才发现一寡问题。过来，阿爽，我要来和你分享一件代志。这件代志嘛，互我惊一条。拄则我和阿嫂讨论讲，暗顿敢要食学校边仔的肉圆。等一下，恁两个中昼的便当就还未食了，就开始咧讲暗顿啊？哦，本来就应该好天就春雨来娘好无啊？先甲暗顿想好是应该的啦。哦，毋是啦，这毋是重点。我爱讲的是，我常常想到第一摆问阿嫂肉圆的时，伊甲我讲爱食6粒，真正是惊死。我食1粒就有够咸的，阿嫂竟然需要食到6粒。啥？这绝对是你的计谋，搁甲讲出来，互大家知影你有偌瘦对无？啊，等者，我想到啊啦，因为南部的肉圆吼较细粒，而且是用吹的，所以一粒通常会较俗，或者是一份会有较侪粒安尼啦。对啦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我拄开始听到阿君只需要食1粒的时，我想讲，伊讨厌肉圆，加上伊当咧减肥，所以我虽然嘛有惊一个，但是想想咧嘛感觉真正常。毋是啊，我才想讲我来到大胃王的世界咧，谁知影恁的肉圆竟然是细粒的，而且用吹、甲米菇、包仔类的同款啦。阮遐的大部分拢是用煎的，而且一粒就甲手平大，甚至搁较大，所以当然一粒就饱到有剩啊。哦，我甲住台北的阿公阿嬷出去的时阵嘛有食过。北部的肉圆较汤光，包起来较 Q， 而且因为是用油煎的，所以伊的外皮有较脆，糊起来进前爱甲伊离破，互油先流出来，内底有笋仔、肉等等的。啊，南部的肉圆就是较偏白色的，食起来就是软软的口感，而且就是真正的猪肉硬硬。嘛，因为是用吹的，所以食起来就会较清爽。听众朋友啊，讲到肉圆，上有名的就是彰化的肉圆。彰化就是肉圆必须成家的所在，有侪种的肉圆。但是因为阮拢毋是彰化人，无法度为各位用嘴带领大家去了解。伫遮嘛真欢迎彰化人来老围区去分享家己家乡的肉圆的香哦。嘛真欢迎各位听众伫下骹的老围区，和大家分享家己喜意的肉圆，因的派别也和模样。哦，总算是甲肉圆讲了咯。我真正无介意即种对我减肥真不利的食物呢。好，拜托咧，这个介绍拢是靠我甲阿嫂来讲的。你敢知影你的贡献根本就无偌济？哦，安尼嘛无耽误，我对伊的无介意啊。恁两个即摆气氛真正有合今仔日南北食色的战争呢，一直拢咧抬杠啦。即摆就是要对拍一场文明的战争，交恁遮煞变做实体战争啊！
等者，先互我落读一个，我要阿选会赢。这就过分啊哦！我伫台语的辩论已经输阿选一节咯，阿苏，你即马连信心拢无爱互我。阿君啊，你无赢面就莫伫遐下死下静咯，紧想看卖，阁有啥物会当讲较有影啦？唉，真正可怜的我。好啦，讲到咱身躯顶拄着的南北食物的差异，阁有一个是伫文化概论上发现的哦。我知影，就是润饼的问题，对无？是啦，啥物是润饼的问题？就是文化概论讲到大甲妈的时，无贤老师有推荐讲，行大甲妈的时，若是行骹到西螺大桥，遐咧发的润饼足好食的，一定爱食哦。阿苏就问我讲，为虾米润饼会使摕咧食，袂淡阁黏哦？我想咧就甲应讲，袂啊，为虾米会啊？结果经过阮两个严肃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了后，你是讲讨论润饼的学术讨论会？对啦，食饭皇帝大，这真重要呢。怀疑就是北部的润饼内底竟然无加糖。我迄时就想讲吼，哪有可能像阿苏讲的黏黏啦？若是讲内底的高丽菜生水，阁有可能黏哦，绝对是因为歹去啦。结果我一查，就发现讲南部的润饼甲北部的差异真正有够大的啦。哦，恁两个讲的我知哦。南部的润饼伫华语内底佫叫做春卷，但是北部的春卷真济拢是咧讲内底包韭菜，然后落去煮甲酥酥酥的迄种。对啦，北部的润饼就是包沙过的高丽菜、红枣肉，有的会撒一寡土豆粉。像我一定爱食咸，嘛会使伫包起来之前，甲咸椒仔酱搁伫内底。但是吼，绝对袂有糖的出现。南部的就有啊，但是南部的料较淡，但是绝对会加糖，是全糖甜度的土豆粉。有的所在佫会包大米炒入去呢。听起来真奇怪的呢。咸面料内底竟然有甜的物件，甚至是直接甲糖放入去，真惊会跍规工的便所。讲到润饼的皮内底包土豆糖粉，我就爱来介绍一个咯。阮宜兰真厉害的冰的润饼。啥？迄是啥物啊？就叫你来参加阮家己举办的宜兰之旅吼，连这拢毋知影，就是春卷冰淇淋啦。冰淇淋这个物件配甜的土豆粉，才是正确的安排啦。冰冰搁凉凉，香甜啊香甜，加一喙绝对是人生的享受啦。这我知啊。顶摆去阿公因兜耍的时，我有食过，但是明明内底就有配青的盐水，这嘛足奇怪，好无？反正啦，好食就好啦。好食物本来就是发明出来，互人提升食的品质的。对咩？总算是讲一句正确的话啊咯。阮拄则讲遐济南北差异，古早有人讲南甜北咸，就是造成南部的人较温柔，就是正好甜甜，做人嘛甜甜。北部因为食较咸，所以较坚强的原因。但是即马渐渐发现讲，其实一个人对咸佮有甜的热爱，是对生出来时 DNA 就决定好的，甲个性同款。所以食的口味其实无啥影响着。无论是介意食咸的，还是食甜的，拢爱注意因的量，还有饮食平均的摄取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就是人咧讲的，食鱼食肉也着菜价。对，无论是倒一个所在的食食，拢有伊的特色，甲伊的历史性，甚至真侪背后的意义，嘛拢有伊的特色，佮有好食的所在。欢迎各位观众朋友，除了去体验、去试看卖以外，嘛会使伫留言区分享，互大家知影哦。
好，讲到这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。无毋对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。若是讲想要听更较多的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、订阅，然后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花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